启示录全书总共包含22个章节。然而在其深邃的核心处隐藏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枢纽，整个宏大的语言叙事其实都是围绕着它展开的。基第12章，这绝非寻常的一章，而是造物主特意向世人所发出的一个关键信号。如果你想了解基督敌人的心境，就必须理解此处所解释的宏大宇宙背景。语言用2个截然不同的名称来指代这个敌人，龙与蛇，这并非仅仅是同义词，它们代表了2种截然不同的战争模式。龙依靠的是原始的肉体力量与残暴，这是公开迫害、集权统治和杀戮令的模式。但当武力失效时，敌人便会转变策略，他化身为蛇。蛇并不会直接进行威胁，他是在进行诱导。他行事总是极其隐晦，既有美感，或是那种智性上的吸引力。在这场大征战的最后时刻，他绝不会以毁灭者的面目出现，而是会伪装成人类的恩人、医治者、建设者，甚至是和平的缔造者。启示录第12章第15节揭示了他最诡诈的武器，从他口中吐出的一道洪水。在语言中，口是宣扬的器官，这洪水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洪水，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倡导运动，一部神学与政治的福音。它传递着关于人类尊严、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讯息，是一种旨在引领全世界随其潮流前行的生命与繁荣的愿景。这让我们来到了最终冲突的瓶颈，必须在2个相互抗衡的千年时代之间做出抉择。世俗的千年生是承诺为人间带来千年的和平，是人类同力合作与普世合一的成果。他宣称人类能建立天国，今后基督再临，并有奇迹成一切。而上帝的千年期，其本质却与此截然相反。基督首先降临，他召集他受印的渔民，令他们归回天家。这千年并非在地上，而是在天上。大地荒凉，是6000年罪恶之后一个伟大的安息日。那么为什么渔民不会被蛇的洪水冲走呢？因为他们拥有耶稣基督的见证，这是最可靠的信息。他们的认知已经得到了意识，他们的心一定，他们一洞悉规律。上帝创造，人类介入，正如安息日被设立，人类进入其中，基督带来了千年国度，圣徒们也进入其中。第7个千年并非人手所能建立。那龙大发雷霆，因为他的欺骗正在失效，世人正在选择一个建立在地上属实的千年。但蒙选者所盼望的是与基督在天国的1000年。这就是选择，这就是正义，这就是你们的安息，你们的业息。2条道路摆在你们面前，一条通往世界，另一条通往基督。慎重选择。